究竟居家養老同埋家庭傭工有咩分別呢？喺香港，我哋家庭傭工會叫佢做工人姐姐啦。咁如果居家養老嘅話呢，我哋叫起居照顧員或者護理員呢，我哋叫佢做姑娘或者阿 Sir 或者先生。其實喺工作上面究竟有咩相似或者唔相似嘅地方呢？我哋講咗相同嘅地方先。工人姐姐同埋我哋嘅起居照顧員一樣咧，可以為老人家去買餸啦、煮飯啦、預備膳食，同埋咧做一啲嘅簡單嘅家居清潔、家居整理嘅工作。咁但係兩者之間有啲咩唔一樣呢？咁一講到專業嘅範疇，去到我哋嘅護理員嘅時候，護理員會懂得去做一啲復康訓練、一啲嘅痛症處理、一啲嘅醫療嘅維護，可能係睇佢嘅藥物啊，幫佢做一啲個人衛生嘅嘢咧，做得細緻啲，係啦，做得專業啲。工人姐姐如果冇經過呢一邊嘅訓練嘅話咧，佢可能咧呢一啲嘅照顧都需要重新咁樣培訓先至適應到。咁呢一個係相似嘅地方。咁唔相似嘅地方有啲乜嘢呢？始終呢啲嘅家庭傭工嚟自菲律賓、印尼，同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差異咧，始終有一個差距。好多老人家同返我講，喺心理支援方面，其實佢哋呢啲家庭傭工係做唔到嘅。譬如個老人家想同個家傭分享下佢哋自己嘅文化，呢個家傭可能聽唔明。調翻轉一個同聲同氣嘅護理員就可以同翻呢個老人家傾翻一啲日常瑣事，甚至乎分享翻一啲嘅家庭關係。所以究竟選擇一個家庭傭工去照顧老人家，定係護理員去照顧老人家，抑或是兩邊一齊配合去照顧老人家呢？係需要經過一個評估，同埋仔細咁樣分析長者同埋家庭嘅需求，先至去做選擇嘅。